来看检警甲关务署接到情报，有跨国卖毒的集团，甲海洛因庄藏伫个艺术町的底座内底，企图要并过关进入台湾。检警锁定来台湾领回的3个泰国籍的嫌犯，甲因逮捕，而且查扣到52地的海洛因庄，市价是高达1亿5600万。啊，讲涉嫌运送这毒品呢，泰国籍的嫌犯将面临着死刑，或者是无期徒刑。汽车电器拢用着检警做伙公开艺术町做因为内底暗藏玄机。订做一个公开了后，发现内底印有详细地球牌海洛因庄有52地。用一个软铅把它覆盖之后呢，再用那个高级的树脂把它密封，所以呢，你从一般的检测的方式根本检查不出来。检警甲关务署调查局联手敲到400多公斤的毒品，其中上界引人注意的就是1级的毒品海洛因。这海洛因准备藏伫艺术町座内，市值超过1亿5600万，外口雕工导盐，防止电工的扫描。为越南辽国运到台湾，3个泰国嫌犯飞到台湾来接受这个会，和警方抓到。这海洛因庄拢印详细地球牌，强调纯度悬品质好。不过这海洛因是1级的毒品，这种运输将面临死刑还是无期徒刑。这摆专案阁敲到宋氏烟弹顶有真侪毒品的原料，差不多拢是透过货运想要走私入来台湾。对于网络购物平台不自我自律当中掺杂暗藏这种毒品，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新的打诈新法当中，以及我们新的防治各种毒害的法律当中严加的管理。甚至有毒品的原料藏伫为中国来货柜内底，对方台强调讲，将会研究这个法案，防止毒品透过包裹货柜方式入来咱台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